今日第一時間帶大家嚟到距離拱北開口唔使5分鐘路程嘅全新商圈江合匯，呢度總面積係高達6.3萬平方米，集觀影、娛樂、零售、親子、美食於一體。呢條片就大家睇下佢有咩好行啦。首先佢同大家一直行開嘅商場都差唔多咁樣嘅，有個廣闊嘅中庭，同埋一個玻璃嘅天花板，透光得嚟又唔怕熱。商場外邊就有一個巨型嘅裸眼 3D 大屏，聽講佢60成以上嘅店鋪都係珠海嘅新店同埋首店。例如呢間珠海首店嘅超級名創係名創優品嘅升級加大版，仲有好多新嘅品牌，大家可以睇下。當然呢度最主打嘅就係珠海第2間，同時都係最大間嘅盒馬先生，啱啱開業仲要分流先俾入去，而且呢度仲專門設立咗一個港澳服務中心，就知道佢係幾為我哋呢啲傲腳北上嘅人着想啦。成個江合匯總共有6層，而入邊嘅影城同埋頂樓嘅空中花園就暫時仲未整好，而西西弗書店、新泰爾、點都德等等嘅餐飲品牌都仲係裝修嘅階段。廢水店就集中喺1樓嗰度，除咗大型嘅連鎖餐飲品牌之外，呢度仲有個美食廣場，從日式咖喱飯到台灣滷肉飯，從湖南菜到港式茶餐廳，呢度有齊晒。當然一家大細嘅朋友仔過嚟，梗係有啲親子相關嘅項目啦。呢度仲有個超級豪華嘅遊戲中心，而停車場方面就提供咗1200個車位，但係佢嘅收費就成10蚊一個鐘。而啱啱開業呢個人流量真係多到得人驚啊！大家又會唔會過嚟行下呢？